我在过去，按不做拍体会，很难体会。那个，我经常跟人家讲说哈，你人生的意义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天要合上眼睛离开世界的前一刻。你觉得你来到这个世间有没有白活？你记得什么事？少过你眼前的事，就是你生命的意义。你觉得会不会是说我赚了很多的钱？会不会？那一刻你会不会觉得哦，我有万贯的家财，我的存款里面数字很多，是我觉得我过得很有意义的？好像也不会。会不会觉得子孙满堂？哦，那你头前讲家孙有好无？有哦，哦，听到做大声的，我感觉生命很有意义。有没有我的答案以上？很简单，那时候少过你眼前的，是你生命中曾经让你感动的每一个时刻，只有那样子。你只要在你的人生中制造越多种这种时刻，你生命就会活得，你就没有觉得说我来这个世界上白走一趟。怎么让生命多感动的时刻？我有体会起，你只有做什么事情，把心放在你做的事情。你去看一部电影，你哪一边看电影一边在玩手机，你看完这场电影，你干嘛有任何感动？一定不会的。不管这部电影演得多好，多感人，你一定没感动了，因为你没有心放在那边嘛。你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心放在当下，你就会感动了哈。你要先有感受才有感动，你要把心放在当下，你才会有感受。好，来，咱来上课哦，恁要去佚佗哈，要放一礼拜。好啊，在我讲过，咱最后一次的周次哈比较多。来，咱来看7之2，咱顶回小可讲过哦。昼夜交替，好，咱画一个图，这地球，倒个说，自转轴斜躺着。来，太阳光为它下回来，所以咱地球这半面，在黑暗当中，在黑夜，我画较清楚的，这是赤道，这是北极点，这南极点。照到了这半边是白天，这边是暗暝啊，黑夜。你若伫咧家头顶，太阳在头顶就是正中午，都要谁来家啊？头顶就是半夜12点。好，这解释了日夜，对不对？我们来解释昼长夜短，昼短夜长。为什么夏季的时候，我们的太阳会比较早起？为什么现在6点有没有看到太阳？早上6点没有哈。刚有人去过北海道，有没有人去过北海道玩？没有。大家常去日本，北海道不错，北海道是我出国去过唯一还想去第2次的
有强烈想去第二次的地方。北海道北海道它有9个月的冬季，也就是它下雪的是9个月，1个月春季，1个月夏季，1个月秋季，6、7、8月，春天、秋天，春天、夏天、秋天，弯起暑假体耶，弯起暑假体耶，你暑假到北海道，你只是觉得天气很凉，但是不会下雪。你要看雪景，你要寒假的时候去。然后我夏天去的时阵夏天北海道是做水的薰衣草田，那是它的景色。那个导游交代我们，你暗下来困的时阵窗帘要拉好，你睡觉窗帘要拉好。为什么？他说，丁回团天光来吃早顿，综艺餐厅，那也无开，米自助式早餐。我跟你讲，北海道有一个特点它跟日本其他地方不一样。你去北海道尤其是参加旅行团，你去参加旅行团去北海道我跟你讲，3餐拢buffet，真正吃到你吐，吃到饱，撑到吐。你3餐都buffet的结果，我跟你讲，你吃了3天之后你进到那餐厅，你已经肉都不想夹了，夹个神你知？什么帝王蟹什么？北海道这个东西真是不得了早餐也是，午餐也是，晚餐也是，通通是buffet。总理在吃早餐天光没吃早餐那也无开，一看表半暝3点，晚上3点，天亮了。所以叫你窗帘拉好，太阳8、9点才下山，下去3、4个小时，爬起来了。北海道是这样的，来看一下哪会安呢？咱看咱台湾我们台湾大概在北回归线这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也就是说，咱大家讲的阳光直射南半球的时阵，是我们的冬天，南半球的夏天。咱现在各位过圣诞节你们有想到一件事？我们圣诞老人的装扮是不是穿的大棉袄，对不对？在那边赶麋鹿。你觉得澳洲的圣诞老人，南半球的圣诞老人，他会是这种装扮吗？你知道南半球现在是炎热的夏天我们冬至到了他们的圣诞节是夏至然后他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他画一个圣诞老人穿着棉袄在那边跑，你在刚爱笑不？因为这圣诞老人的 hipsy 没有啦，澳洲圣诞老人不是这样画的啦。问题是我们南半球，一般整个地球人口比较少，而且那个基督教大家都发源于北半球，还有传到澳洲、纽西兰去啦。搞不好澳洲圣诞老人是穿一个游泳裤，在沙滩做日光浴的。我不知道他给他怎么装，他们绝对不会穿个大棉袄啦，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圣诞老人可以笑你叫你坐在厅体穿一个大棉袄。这个时候南半球南回归线加喜夏天，因为阳光直射南回归线，我们冬天，所以你看它转到这边，逆时针转嘛，转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北半球转到这边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但是这时候6点了吗？不，转到这边才是6点，所以还没有6点前，看还没有6点前，它就下山了。
背面看不到，但是同样对称。到6点的时候还看不到太阳，要再转过来一点，所以这一段时间就是太阳提早下山的时间，对面是晚起的时间。你会发现一件事，来，我讲赤道家，赤道那里有昼长夜短、昼短夜长的问题吗？你会发现赤道怎么转？伊拢是6点准时太阳下山，对面准时太阳6点升起。所以你把赤道的小孩，到底赤道的人讲，冬天为什么昼短夜长？你不知哦。你讲在我们那边一年365天，天天太阳准时6点起来，6点下去，365天都这样。我伫赤道，我唔捌听过什么叫做昼长夜短，昼短夜长。来，北海道差不多伫遮，纬度较悬嘛，所以你有看到无？北海道加这段无？这比我们还长，也就是纬度越高，它昼长夜短，昼短夜长越离谱。一直离谱到什么地方呢？来，你看到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你看伊安怎说，他能看到太阳吗？他怎么转？他怎么转？他都转不到有太阳那里啊！这里就叫做北极圈，这个叫北极圈。所以北极圈怎么绕？北极圈怎么绕？它都没办法看到太阳。这是北极圈里面的冬天，这北极圈里面的冬天。它相对的，你看这个，这是南极圈，这一圈它怎么转，怎么转，怎么转，它都看得到太阳，它都看得到太阳。所以永昼永夜就是这样来的。地轴倾斜23.5度，所以北极圈就是北纬90度减掉23.5度，北回归线就是赤道0度再加23.5度，咱规个纬度就是到北极是90度啊，到北极是90度。来，昼夜跟昼长夜短我们讲完了，来，咱来看这。太阳在这里，这边我可不重述了。现在阳光直射北回归线了，现在变做咱北半球的夏天啊，对吧？北半球的夏天啊。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夏天太阳离我们近还是冬天？夏天太阳离我们近还是冬天？好啊，给大家卖拍你特定，来按这节投票表决。我们来验证哈，我们来验证民主可不可以获得真理，好不好？投票的结果可不可以用投票来选出真理啦？哈，你都要乱猜也要投，一人一票哦，不，一人一票，两个而已。来啊，有3个啦，3一律啦，大于小于等于嘛。你觉得夏天太阳离我们比较近的举手。都要压啦，都要压，每个人压一票，每个人都要压票，乱猜也压。夏天太阳离我们比较近的举手。1、2、3、4、5、6、7、8，你有无啦？9、10、11，
13、14、15、16、17、18、19、20、21、21票。好，夏天近哈。来，你觉得冬天离我们近的举手，一票而已哦。哎，你要不要发表政见一下，多拉几票？不用，我相信大家都是。你相，哪有那么多人啊？你相信大众都是愚昧的就对了，太可怕，害你变成全班公敌。哎，冬天近哈，对吧？你只是因为要，也是一样的。哎，我想到一个故事哈，以前有一个县令哈，听讲因迄个县令啊，听讲迄个县吼，查甫人拢惊某啦。哎，讲敢真实诶，男生都怕太太，他就说全县民有一个男人聚会的场合，他就说来，我做个民意调查，现在哈怕老婆的都站到我的右手边。不怕的站到左手边，然后啪，全部啊都到右手边去哦。哎，甘他姐你左手边，哦，这县令公哇，这异宝呢，嘿，哎，这蛋呢，来访问一下那个，无爱拢娶某的，爱娶某的，无独行啊。请访问一下。你为什么站那这边？我太太警告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所以我不敢过去。哦，我不敢过去。哦，我啦，你真是因为跟大不一样嘛？还有什么特别的想？还有一个没问，一样的，你觉得一样的？夏天跟冬天一样的啊？没有，不举哦。啊？举了，我已经举过了。我也举过了。对啊，没有举的嘞，没有举的嘞，都要下注啊。他们再举不起来，又不是我介绍啊。他的我还没上去一下我。你，我感觉你讲一样的进程。你讲一样的进程，你可能无听课哦。无讲了足紧啦，我有讲一下代志哈。我们在讲那个 EAU， 还记得这个吗？光年是光轴1年的距离 ，EAU 是啥？一个天文单位以上。月球到地球，不，地球到太阳啊，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平均距离是什么意思？因为地球绕太阳轨道是椭圆，如果它是正圆，我就不用讲平均距离啦，就是半径了啊。今天是一个正圆，或者直接讲半径就好啊。我呢是讲平均距离，平均距离的意思说，它是一个椭圆，它在绕的时候长短都改变，我把它平均变成一个天文单位。既然是平均距离，也就是一样的，也不是说不可能，几率很小。揭晓答案。民主确实不能获得真理，它是对的。冬天太阳离我们比较近。你可能上面有画。要不然，上次有人跟我讲说，他为什么选这个？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个直觉。这个人很聪明哦。他说我有一个直觉，如果答案是这个的话，你不会问我们。例如他给人讲，如果我今天这样慎重其事的问你们，那答案一定是跟你的直觉相反，是不是这样？
他的直觉很正确哦。如果今天太阳是夏天离我们比较近的话，我问你们干嘛？我考你们这个问题干什么？一定是跟你们的直觉相反，我才考你们嘛。你有想过这个问题不？我跟你讲过，我们的冬天就是澳洲的夏天。你如果用太阳离我们比较近来判断，因为这样是夏天的时候，那我请问你，澳洲那里怎么解释？因为现在是澳洲，如果现在太阳离我们比较远呐，可是现在澳洲是夏天呢，我们是一体的，我们在同一颗球上呢，不会分裂呢，嘿，不会分成南北半球分裂去刷尾呢。那你用这个来判断，那澳洲那边就不成立了啊，是不是安呢？我们夏天跟冬天是因为太阳直射跟斜射。这样照射同一个面积的平均热量会差到2/3，斜射会只有直射的2/3能量。因为斜射，所以我们会比较冷。安尼知道不？可是距离没有影响吗？我们的椭圆来我把它画小一点啦。太阳在这边。这个时阵是咱的南半球的夏天，南半球的这时候它的绕圈，我画的极端一点，因为你如果看那个图你没有量得很准，你还是看不太出来是椭圆。我要画的比较夸张一点，你才能看得出来。它大概像这样子。这是南半球的夏天，这是北半球的夏天。太阳的椭圆是这样，这也解释了说，那你说距离的远近没有影响吗？有，当然有。它的影响只是它的影响没有直射跟斜射那么大而已。知道？可是还是有影响。所以你有感觉南半球它衰不？南半球太阳直射的时候，太阳又离它近，这叫火上加油。南半球冬天太阳斜射的时候，太阳又离它比较远，这叫啥？雪上加霜。这解释了为什么南极比北极还要冷。地球上最冷的地方是在南极。南极的夏天，南半球整个南半球的夏天也会比我们北半球还要热，就安尼。这个时阵，咱叫冬至，直射北回归线，这个时阵叫做夏至。太阳安尼射过来，我看我甲课本画，我甲课本拄啊画无共。我甲改做含课本小共好啊。免啦，咱直接看课本学啊。来，课本198页，课本画的比较好了，我黑板就不用画了。来，它倾斜不一样嘛哈，你按照课本这个你按照课本这个，阳光直射北回归线，只是课本没有它，你从课本上看不出来它的椭圆啊，因为它没有强调这个东西。这是我补充而已，它没有强调那个椭圆的近日点跟远日点。来，夏至的时候直射北回归线，转过来变成秋分，阳光直射赤道，再转过去冬至是阳光直射南回归线，再转过去春分，阳光直射北回归线。所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是咱24个节气里面4个季节的中间点。季节的中间点。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24节气是看阳历还阴历？
是看阳历嘛，因为冬至都在12月22号，可是没有确定是22号哦，它有时候会跑哦，有时候会23号，有时候21号，就那2-3天跑。可是你如果是看阴历的话，不会在这2-3天跑啦。你去看那个什么中秋节，它一定是一跑好远的。所以，你说怎么分辨？然后跟你讲，跟太阳有关的，就是看阳历；跟月亮有关的，就是看阴历。中秋节是满月，所以阴历8月15，不会阳历15没有满月嘛，是阴历15才满月嘛。所以中秋节是看月亮，所以它是看阴历。24个节气跟太阳有关还是跟月亮有关？跟太阳有关，因为是公转，所以看阳历。24个节气看阳历，但是它会前后移，不会固定在某一天，但是大致就在那个区间，不会跑太远啊，2-3天那里跑而已。因为太阳直射的那一天，咱有闰年什么吼，拢无同款啊，拢无同款。来，咱这是从太空的视角来看。现在我们从地球的视角来看太阳轨迹。来，这是课本199页借斗。来，北回归线有什么特色？你今摆拿中午去立干影，阳光在中午，太阳的照射角度。夏天因为阳光在上面，它干影会比较短。冬天你现在去中午12点哦，你不要早上6点去立，那个都很长哦，那个是太阳刚起来。你要太阳在最高的地方，你照下来，那个干影的长短。冬天会比较长，因为太阳角度比较斜。我们在北回归线它是往南倾斜的，如果在南回归线它是往北，因为阳光在南边，北回归线阳光就在北边，这里看得出来嘛？我们现在冬至，所以阳光在南边，阳光在南边，会不会有正上方的情形？如果你在北回归线那一点，所以加一下啦，那在夏至那一天，你就会看到阳光在头顶，干影立下去一点，有太阳哦，但是阳光在正上方看不到啊。我们高雄呢？我们高雄会不会看到哪一天我去立干影，中午12点去立干影？干影最短的时候是看不到的，你买高光阴天哦，有太阳看不到，就因为它的正上方，会不会？什么叫回归线？什么叫回归？很久没有来玩这个游戏，就你回归得行一下，开始往回走嘛。来，那看回归线，阳光直射，咱借这个图来看，赤道的时候是春分直射，直射点随着夏天越来越北移，终于到北回归线的时候，不会再往北了，就往回跑，到南回归线不会再往南了。我现在讲的是阳光直射的那个角度，
直射的那个角度，它不会再超过南回归线去直射了，它就走回去了，又回赤道。所以我今天问地球的某一点，一年中有几天阳光会直射的时候，答案都不一样。如果北回归线以北，南回归线以南，很简单，0天，没。如果北回归线这一条线跟南回归线这一条线上面几天？1天。北回归线就是冬至，我们的冬至那一天，我们的夏至那一天。南回归线就是我们的冬至那一天。啊，咱呢？高雄呢？这个区域的嘞，这个区域的嘞，几天？啊，你看啊，这个跟一个坡一样嘛，跟一个坡一样嘛。高雄在这里，所以是不是夏至的前后会各有1天？阳光是直射这一个点的，对不？其实只有那个什么，那你说赤道呢？赤道呢？那来延伸，因为你取1年，你要看从哪边去取。你若好死不死取这2段的话，前后2天。它又是闰年的话，也就是首尾加起来，赤道其实会有3天，但是不要那么极端的话，你任意取一段的话，你会发现赤道这里也是2个，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讲，北回归线以北，南回归线以南是0天，北回归线上跟南回归线上是1天，北回归线跟南回归线之间会有2天。而我们接近北回归线的地方，我们这2天就是在夏至的前或后，来看我们位置在哪里啦。它是高雄啦，还是台南啊，还是屏东啦？这个天数会差一点，但是就是2天，而且接近夏至，因为你一定夏天嘛，你一定是夏天。太阳的轨迹按怎看呢？这我呢以北回归线那一点来看我们都以这个图画的是北回归线，伊伫春分跟秋分的时阵，这是咱的天顶图，阳光会在正东升起，然后呢，在正午的时候偏南，红垂直偏23.5度。从地面就是90减23.5度这个位置，然后正西下山，到了夏至那一天，阳光会东偏北升起，到正午的时候正好在头顶上，然后呢下山，东偏西偏南。西偏北。如果是冬至那一天，它会东偏南升起，升到天顶的时候，可以今麦啊，冬至要到啊你啊中昼12点去看太阳的角度，它会在大概哪个角度呢？你去立竿影大概多长呢？你从竹竿长度跟竿影可以算出太阳的角度啊，它大概多少？我刚刚说这个倒23.5度，对不对？所以这个会再加23.5度嘛？两个23.5度几度？46、47度嘛？47度是不是接近45度？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正午去立竿影你会发现一件事，竿影差不多跟竹竿等长。竿影差不多跟竹竿等长。也就是太阳在南边大概
倒的就是45度的地方，45度的地方，下至就在头顶，然后下去又变成西偏南，这是北回归线。那我请问你，如果它是往南高雄、屏东，它这3个环会怎么变化？你数科看买，如果它渐渐从，好可啊，你数科看买，咱这个问题，互你想看卖，咱后礼拜来讲啊，移到赤道，再往南移南回归线，这3个环会产生什么变化？来，下课。